小连续几若天拢外边热死，今仔日这个温度总算是小可较降一丝丝啊。因为台湾附近有一股低气压来经过，各地气温平均是降1度到2度。今仔日甲明仔载，全台湾各地拢有较大的雨势，尤其是中南部，这个雨会落规工哦。各地山区北部甲东北部，嘛要注意过头的雷公雨。啊，到这个礼拜日，就会搁小忽忽咯。透早出门是不是感觉日头无遐尼大？台湾东部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今仔透早已经变成是一般的低气压，全流的水汽会当暂时互咱袂感觉遐尼热。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都已经有一些间歇的降雨出现，而且局部的雨势是比较明显的。那目前的话，在南部地区气象局是有发布局部的大雨特报，提醒大家要留意较大的雨势。气象局嘛提醒讲，北部、中北部啊，还有各地山区要注意中昼过来了后会破雨，中南部地区规工拢会落雨，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袂遐尼翕热。今天的全台各地的云量是比较偏多的，所以整体的气温上面会比昨天略微下降一些。但是今仔日日时，气象局也是针对台北地区、宜兰、花莲，还有新竹、彰化、南投，一定发布36度的甘仔色的灯号。中昼过了了，若是要出关，爱记你做好防止日头晒的准备。下晡开始，甲你提醒一下，就要炸好线是雨满，天气多变化。